啊伤害，有主伊伫地，伊要保守咱；有伊伫地，伊要恩待咱。伊是一切的智慧，一切的快乐，一切的丰盛。这个是咱感谢上帝，咱要献上咱的感谢时，咱来到主的面前，求主怜悯无时停。但当咱有任何的困难时，咱带到主的面前，咱相信咱的主，伊绝对要来，互咱得到安慰甲帮助。这个时，请大人起立。咱拍拍伫主的面前，咱敬虔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咱要来敬拜咱的俄罗咱的主。当我拍拍主面前，求主怜悯无时停，求主复兴圣殿教会，予伊质量加加多，予主家庭。主心之好塞听你，我们仰望主耶稣，我们仰望主耶稣，你的军队依靠无，领袖艰难分享最高，不但求主的听头，求主听咱的祈祷，主家庭。我要谦卑叹主心志，好塞听你。当我拍拍主面前，当我拍拍主面前，求主怜悯无时停，求主复兴圣殿教会，予伊质量加那多，予主且听。主声，我要谦卑叹主心志，好塞听你。我要仰望主耶稣，你的军队依靠无，领袖艰难分享最高，不但求主的听头。求主听咱的祈祷，主声，我要谦卑叹主心志，好塞听你。我再一个求主听咱的祈祷，主声，我要谦卑叹主心志。主伊达时刻伫咱的教会时，当咱伫教会时，咱也要常常来得到感动甲惊喜。咱常常着爱有敬虔的心，更加搁较谨慎，更加搁较敬畏上帝。咱的主伊对伫咱的恩典，伊要互咱伫教会大大来改变咱的心灵。这个时求主复兴的灵火，搁再一届重新来复兴咱的心灵。这点求主来帮助咱。愿主复兴我的灵魂，重新过来敬拜复兴我。起初的听是到位是路，我悔改重新过得着。你艰苦的岁月里的把伴一连着，咱着祈祷，咱着敬信。着记伫主的恩典，愿主复兴我的灵魂，重新过来敬拜复兴我。起初的听是到位是路，我悔改重新过得着。你艰苦的岁月里的把伴一连。咱着祈祷，咱着敬信，着记伫主的恩典。愿主复兴我的灵魂，
重新过来祭拜好兴旺。起初的听神到位是路，往往悔改重新过得着。你艰苦的生活，你去把我的试炼着，咱着祈祷，咱着敬信，着去伫主的恩典。愿主好听我的灵魂，重新过来祭拜好听我。起初的听神到位是路，往我悔改重新过得着。哈利路亚！求主伫时会当信心充满伫咱的大人的心，咱也由衷来感谢主，感谢主赏赐喜乐予咱，感谢主伊赐平安予咱，感谢主伊引带带领咱，感谢主咱对日出到日落。无论咱有啥物款的困难，咱带到上帝面前，咱的主伊要来成就，伊要来帮助咱，伊要互咱来经历验着伊的祝福。这个时，咱开声来感谢俄罗咱的主。对日出到日落。因错我的心是无动摇，感谢主，你赐喜乐，尤其踮伫患难中，感谢主，你替我看顾，常常因怎来侍奉，对日出到日落，有欢喜有悲伤，你的恩典啊，我水的江河，搁听阮保守来看顾。因错我的心是无动摇，感谢主，你赐喜乐，尤其踮伫患难中，感谢主，你替看顾，常常因错来侍奉。再一摆对咱的心底来感谢咱的主。感谢主，你赐喜乐，尤其踮伫患难中。感谢主，你替看顾，常常因怎来侍奉。感谢主，伫生活中间常常带领咱有一个对的行动，就是爱常常不断来祈祷，来献上咱的感谢，来向主来祈求。总是咱望咱会当常常互主来带领咱，不管咱伫个什么事的顶面，咱就要将福音来广传，互上帝的带领，甲伊的荣耀会当彰显。
遍布全地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这时，请咱坐咧，咱坐落来，咱安静咱的心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向主来讲，主啊，愿你的荣耀充满全地。主的愿你甲荣耀显现，你的荣光遍满全地，我路充满全地，你的荣耀也归于主。充满全地，哦，罗的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的荣耀充满全地，主的宽仁，主的荣耀跟宽仁显现，你的荣光遍满全地，我路充满全地，你的荣耀也归于主。哦，罗的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的荣耀充满全地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的荣耀充满全地。哦，罗的主，我罗的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的荣耀充满全地。这个律法的册唔通离开你的厝，的确着每日想伊，互你接手来行这个册内所记载一切的话，安尼就会互你的路平坦，你也得到大亨通。
圣诗18首，我心阿老上帝，会众请起立。我心阿老上帝，主见因我的背，天地万有三界因是阿老伊大之名，手把苍水川，强强大海观山，天命以大观明因个亲爱公义交织，我心无路上帝，世间情人的背，中中被叫吟诗之声，阿老伊大之名，花水草木青翠，光辉结枝结水，一根就来凉风吹来，用地远我心无路上帝，天的本对一家，虽然歹代暂时将伊无以稳当的心，心高临高地久，拉准天地情由，天的高位合做一家，应当归俾上帝。咱三甲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别来做咱的信仰告别，咱三甲来读。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，伊是历史甲始祖，是行审判甲拯救。伊的囝对信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做咱的兄弟，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对伊的受苦，顶十字架死过活，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，甲咱上帝国好。伊的神就是圣神，踮伫咱中间，赏赐快乐，互咱伫万百姓中做见证，直到主过来。更信圣经是上帝所的事。愿是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结，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做和解的使者，是普世的各定君伫本地认同所有的自民，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望的记号。愿信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，做得赦免。用虔诚、仁爱、甲献身的生活，归荣光上帝。愿是上帝，互人有尊严，在以及甲来有你伫伊的创造，负责任，甲伊三甲管理世界。对安尼，人有社会、政治、甲经济的制度，也有文艺、科学，阁有追求真诚的心。总是人有罪，误用这个文字，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。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放，互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平等。
伫基督真侪神创造的人，互世界真侪伊的国充满公义、平安甲欢喜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咱三甲来启应上帝的话，启应文29篇。行为无通指责，做声，即款人真有福气，听趁上主的教示。做声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？上主啊，我要专心找求你。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，求你开我的目睭。我的心悲伤到要喙去，求你，予我无行虚假的道路。求你，予我袂意爱虚假。伫患难中，我得到安慰。我受管教，对我有利益。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，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。你的公义线到永远。咱三角暗头来祈祷。全体听阮的主，阮感谢你引带阮来到你的圣殿，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。你无记伫阮一切罪，用你的宝血洗清阮、赦免阮，阁有满满的恩典甲赐福阮。阮阁一摆伫遮献上阮的感谢，恳求主你的话常常伫阮的心内。互阮所行所做的一切，拢会当遵照你的教示，无受外在罪恶的威胁，行伫错误的路程。互阮一生拢有主的荣光，甲阮三甲之地。恳求主，伫阮教会做事工顶面，也有你对天来的帮赞，互阮所做工是有果效、有利益。诚侪水的见证来荣光你的圣名，特别是教会这几年来所推动的每日读经，伫即摆圣经学校新的课程也摆伫即个主日读经班，望所有的会友拢会当将咱逐工所领受的进展，伫课程中各一摆来三甲分享，互咱更较明白了解主的旨意，互咱的服侍，无论是伫培读班，还是彩虹生命教育、儿童主日学，还是成长孩儿、儿童、老人甲会友一切的这社区事工、教育事工、宣教的事工。拢会当照着主你的教示，合伫主你的旨意来行。愿主信心充满阮，互阮每一个人拢得到利益。阮将阮的恳求摆列伫你的面前，求你照你所应允的来成就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接下咱请圣歌队献诗。